去年2月、3月时，台湾西部沿海连续发现真侪水流死，后来调查确认其中10个人是偷渡来的越南人。根据调查，最近这5年，咱查到1128个人偷渡来台湾，其中这越南是占上多，代表这偷渡集团是真插手。检察委员就呼吁行政院要重视问题，想办法改善。去年2、3月期间，台湾西海岸连续出现23个浮尸，引起关注。经过检调侦办了后，确认其中10人是家己偷渡来台湾的越南籍人士。检察委员日公布调查报告指出，最近5年海巡署查到7件偷渡案，查到195人，不过同时竟然查到1128个偷渡人口，以越南籍是上多，显示偷渡集团真猖狂，请行政院重视移工政策施行产生的问题。黑市的这样的一个劳动人口，他的这个需求极恐的时候，会对这些偷渡的人士产生诱因哈。越南籍偷渡人口一直是居高不下，那它已经形成个很强的一个社群网络，也成功发展出地下汇兑跟中介。岗位表示，相关机关无成立政府联合平台，地属怀向联合失灵。那继续无重视这偷渡状况，可能让人口贩运恶数大大增加，加速治安甚至国安混淆。另外，执法机关认定装备也严重不够，和执法力量不好。海巡署它的守望哨呢是237处，但是它固定的探照灯呢，它缺了180个，微型摄影机呢也缺了100台，少了200多个人力。希望说将防治偷渡提升为跟越南劳政单位谈判的重要议题哦。检委认为，越南移工对台湾法令遵守的程度不够，失联比率伤过高，偷渡情形泛滥等等状况，越南政府也应该负起责任，不过耍态度消极。所以呼吁行政院应该研究透过政府整体力量，爱越南重视各共同讨论改善方案。不过行政院甲中国这个进程也未有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